咁首先啦，李翔同學，你自己覺得今年你校運會嘅表現點樣啊？咁我目前就參加咗一個比賽啦，跳遠以後係拎到第3名嘅，然後其他2項就因為有少少受傷啦，就比較遺憾冇參加到，係比較遺憾一屆校運會啦。咁睇翻呢6年你參加校運會嘅經歷啦，你覺得乜嘢係你覺得進步最大嘅一個地方啊？我覺得6年校運會由我一個小朋友開始，然後到依家慢慢變成熟啦。我覺得令我進步最大就係我嘅堅持啦，就係6年嚟都不斷嘗試咁樣不同嘅項目啦，然後都慢慢咁樣進步，都俾咗我好大嘅信心。我都知道你平時都有好多唔同嘅喺出邊嘅一啲參賽經驗啦。對你而言啦，校運會同呢啲比賽有最大嘅一個區別係乜嘢啊？我覺得校運會係中學生涯比較一個難忘嘅回憶咯，即係對於我或者對於同學嚟講都一定係咯，因為1年1度嘅校運會，雖然短短3日，但係都俾咗好多珍貴回憶俾我。有想問下你啦，因為你平時參加得最多嘅都會係一啲籃球方面嘅比賽啦，咁你有覺得籃球同埋田徑對你嚟講有咩最大嘅分別啊？咁我覺得籃球可能係偏向團體運動多少少咯，然後田徑可能係單人嘅項目多啲咯。但係我覺得最接近嘅嘢就係好勝心都係一樣咯，即係都會想喺田徑比賽或者籃球比賽去攞到第1啊，或者去爭取一個好成績咯。咁完成校運會比賽之後啦，咁緊接住你就要去迎戰呢個全運會咯喎。咁你會點樣選擇去調整自己嘅狀態嚟迎戰呢啲嚟自內地唔同地區嘅一啲選手呢？首先參加全運會係我覺得係我嘅榮幸咯。然後我哋作為東道主喺澳門比賽啦，去面對一啲內地一啲好勁嘅對手啦。咁我覺得係我哋要放低自己嘅姿態咯，然後去同對手可能去學習一場一場打好佢咯，就唔辜負市民或者係朋友屋企人對我哋嘅支持咯咁樣。